以后不见踪，蚂蚁不再来，有效防止蚂蚁食品，安全又无毒。慈悲修行者防蚁首选，不杀生，无毒，有效，可用于食品及非食品类，效果显著，持久。使用方式简单，只需喷洒擦拭即可。所有原料皆为食品级，安全无虞，略有杀菌效果，可预防其他害虫。您是否厌倦了蚂蚁入侵您的家并污染您的食物？您是否尝试过其他无效或有害的蚂蚁驱除剂？那么您需要尝试我们全新改良的蚂蚁驱避剂。我们的蚂蚁驱避剂采用食品级成分制成，对您、您的家人和您的宠物都是安全的。它可以有效地驱除食物和非食物表面的蚂蚁，而且它具有持久的效果，可以让您的家在数周内不再有蚂蚁。食品业防蚁首选，让您的店铺远离蚂蚁侵扰，安全、有效、持久。专为商用环境设计，守护食品安全，提升顾客满意度。不杀生，无毒，可安全使用于食品加工，快速驱赶蚂蚁，防止食品污染，效果显著，持久保护您的店铺。适用于各种商用环境，包括饮料店、简餐店、餐饮店、小吃店、饮料摊、面包店、食品工厂、饭店、各种甜品相关行业等。作为商户，您深知蚂蚁侵扰的危害，蚂蚁会污染食品，破坏环境，影响顾客体验。传统的灭蚁方法往往存在安全隐患或效果不佳。我们的商用防蚁剂专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，它采用安全、有效的成分，可有效驱赶蚂蚁，防止食品污染。此外，它还具有持久的效果，可长期保护您的店铺工厂免受蚂蚁侵扰。彰化的饮料店张小姐说：“我对这种驱蚁剂的效果感到非常惊讶，我的厨房里到处都是蚂蚁，在使用该产品的几个小时内，它们就全部消失了。我绝对会向任何有蚂蚁问题的人推荐这款产品。”台北简餐店黄小姐说：“我过去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蚂蚁驱避剂，但没有一种比这款更有效。它对我的孩子和宠物来说很安全，而且没有强烈的气味，不仅防蚁，还能驱赶蚊子。我很高兴我使用了它，终于找到真正有效的产品了。”高雄的早餐店庄小姐说：“我是天然产品的忠实粉丝，所以我很高兴找到一种由全食品级制成的蚂蚁驱避剂。该产品与我在实验室中使用的任何基于化学的蚂蚁驱避剂一样有效。过去了，这对我的家人来说更加安全。”订购方案，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订购1瓶驱蚁剂试用，立即订购并享受免费送货。点这里了解更多，立即购买并节省。